慢些少呢度前面有棵樹咧冧咗啦，睇唔睇啊？攔腰斷咗呢棵。呢個位置最大嘅危機就話一路以嚟咧冇人巡查樹。呢一個喺正交通要道中央嘅城市樹林，樹木東歪西倒，究竟有冇潛在危險呢？有嘅話，責任又應該由邊個嚟負呢？最好帶翻個問題俾發展局，因為點解佢成日同市民解釋就話一個綜合管理模式，到底呢個屬於康文署啊、漁農及自然護理署啊、地政署啊，因為路政署咧？全港唔計郊外都有成百幾萬棵樹，但係政府裡面有專業資格嘅樹木管理人員就只係得百幾個，樹木保養又會出現啲咩問題呢？嗱，你睇下嗰邊嗰個樹幹底部同時都腐爛咗㗎啦。有機會倒塌㗎，咁如果呢邊倒塌，拉埋呢邊就全部冧晒落去㗎啦。咁所以呢個拉樹方法亦都係不正確。做每一個工作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嘅嚇。咁我亦都即係相信咧即係政府裏邊嘅同事咧，其實係掌握咗好多經驗嘅嚇。咁當然即係話有唔同嘅專家有意見咧，其實我哋好樂意即係去參考佢哋嘅意見。歡迎收睇時事追擊。自從2年前赤柱大街一棵過百年嘅古樹倒冧，造成1個人死亡，咁到今年嘅6月，沙田圓洲角啦再有冧樹，導致有人死亡嘅個案。咁公眾對於樹木嘅安全問題更加關注。唔計郊野公園嘅樹咧，現時全港有百幾萬棵樹，要保證每棵樹都健康成長，的確咧係有啲難度㗎。咁但係一啲被稱為係樹王嘅靚樹，又有冇得到適當嘅保養？佢哋對公眾嘅安全又有冇構成威脅呢？呢一棵位於又一村紫藤路嘅合歡樹，綽號叫九龍衝天，形容呢一棵樹衝天嘅氣勢。但係呢一棵樹近幾年不單止向天衝，佢嘅根亦都衝向附近民居。住喺呢一度已經有成40幾年嘅工業家陳瑞球，人稱球伯，呢幾年面對住門前呢一棵樹都覺得好頭痛。你最擔心呢棵樹係啲乜嘢啊？嗰樹會冧咯，你話好似唔會冧嘅，咪要撐住就唔冧咯。如果唔撐，佢繼續跌落嚟嘅。同埋呢棵樹如果冧咧，佢後邊會踢翻上去，會踢冧你埲牆㗎，會踢冧你埲牆㗎。係啊，因為佢啲根入咗你個花園㗎啦嘛。如果呢邊落嗰邊就上，就會將你個牆會踢裂或者甚至踢冧嘅。係咪我要？幾難啊！棵樹。港大地理系教授詹志勇多年嚟都有留意住呢一棵樹王嘅盛衰。佢話呢一棵樹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已經開始向馬路傾斜。咁而家傾斜，我睇個角度都去到10零度㗎啦，咁就唔想佢繼續傾斜落去，因為你咁大棵樹一路傾斜，就相當危險嘅。你咁嘅樹，我估計嘅重量有成20噸嘅，或者唔止添。樹而家雖然未冧，但係對球伯一家就早已經造成影響。樹王入侵，佢哋屋企嘅水管就經常俾樹根逼爆，門口嘅行車道亦都谷起，經常刮爛車底。呢一度重鋪咗冇幾耐，而家又出現問題。個位啊，呢個位，嗰條根可能嗰度都係啫，仲喺度繼續都係浪起啫。呢次咧咁啊，政府就要係咁叫我哋整個斜路上去，整完嗰度咧，就我哋仲要喺入邊屋再升翻嗰條路，配合出邊嗰個。但係我哋要自己出晒錢啦，入邊屋。由於樹根晾起咗近門口嘅路面，連用咗幾10年嘅大閘都要更換。嗰陣時佢唔想換啦，住咗咁多年，使咗幾廿萬啊！使咗幾廿萬。就係問題就係安全。咁係咪斬咗枝好啲？陳瑞球一家其實近2年都有同政府多個部門交涉，政府亦經常有人嚟睇，但係就冇解決到樹嘅安全問題。太多人，日日都咁多人嚟搞咁多嘢，但係冇嘢發生過。就係因為太多人嘅事情變咗冇人嘅事情啦。冇人揸。佢有路政署，又乜鬼嘢？安全問題未解決，呢一棵樹王同埋路經嘅車都遭殃。嗰度就係主要啲車刮爛咗佢先爛，嗰個木先腐爛嘅。如果唔係啲車刮傷佢咧，佢唔會腐爛嘅。即係邊度啊？呢一個傷口啊！呢一個傷口啊！呢個傷口啲木開始爛啦，就係當時啲貨車行過嗰陣刮傷咗佢，刮傷咗之後，即真菌就入咗去啦。會一冧落嚟，
詹志勇話：佢早已經向政府部門提出改善建議，只係拖咗年幾兩年都冇人做嘢。由於佢傾斜咧，就照計可以喺呢度咧做一個好似 A 字形嘅腳撐住佢，撐住咗一個位，嗰個撐同埋嗰個樹個接觸點就一定要多啲、闊啲、大啲，咁就令到佢托起上嚟就唔好傷害佢。雖然詹志勇睇到呢一棵樹有咁多問題，但係喺發展局上個月中公佈嘅樹木資料當中就話，康文署喺2月底檢查過呢一棵樹，佢哋描述嘅呢一棵樹嘅狀況只係簡單嘅一句：樹枝、樹幹裂開，情況輕微。因為呢棵樹最關鍵嘅問題係傾斜，同埋其中一個主枝就腐爛，呢兩個先係叫做關鍵性問題。如果呢兩個關鍵性問題唔解決嘅話咧，佢傾斜越嚟越斜咧，有機會會突然間倒塌。點解提都冇提嘅佢哋？我就唔係幾明佢點解唔提啦，因為呢個咧就顯而易見嘅。康文署回覆我哋話，2月底曾經使用微轉阻力測試方法檢查過棵樹，結果顯示棵樹嘅結構冇異常。雖然之前佢哋喺樹木資料網頁上面講話已經完成改善措施，不過而家就同我哋話會喺短期之內喺嗰棵樹幹之下安裝支架，進一步穩定棵樹。喺香港，樹齡高又生得靚，俾環保組織稱為樹王嘅樹，只係得10棵8棵。究竟其他樹王而家嘅命運又係點樣呢？九龍公園嘅呢一棵達到200歲嘅細葉榕，主幹已經倒冧咗一半，而家就被困喺重重嘅圍欄後面，靠鐵架支撐，有人勿近。詹志勇就話：咁樣對待棵樹王根本冇必要。佢而家就用一啲非常巨型嘅建築方法，嗰啲巨型鐵架嚟撐住佢。我覺得咧就完全係冇咁嘅需要嘅，簡直就可以入健力士大全嘅，因為佢個不恰當方法就係驚人嘅。佢話佢去過歐美、日本多個國家，支撐樹都係用木頭就已經可以。香港大學嘅呢一棵蘭花楹就係用咗呢一種方法支撐，除咗安全，亦都冇咁容易傷到棵樹。再睇下西環士美菲路同龍華街交界嘅大榕樹，雖然未夠班列入樹王，但佢就喺古樹名木榜上有名，又係用鐵架支撐住。詹志勇就話：咁樣嘅撐法對樹對人都好危險。如果你支撐樹木咧，就有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係樹嗰個樹枝同埋呢個樹撐嗰個接觸點咧，一定要盡量面積大嘅。同埋接觸個面積大咗咧，你就令到佢咧就萬一個枝喐嗰陣咧，你就將個傷害就減到最低嘅。仲有一個嚴重問題就係佢個頂係橫嘅，就唔係一個 V 型嘅。咁如果係咁樣樣咧，萬一棵樹真係個樹腳嗰度支撐唔住倒落嚟啦，咁呢個撐咧咁短嗰個橫托，我就相信佢係托唔住棵樹嘅，於是佢就會脫離呢個橫托，就笪落個地下度，就一樣可以嚇親人，甚至打傷打死人嘅。詹志勇話：呢一棵樹嘅另外一邊已經嚴重腐爛，同樣得唔到適當嘅支撐。但係個樹頭個腳部咧，你睇啊，爛到通咗㗎啦，唔見咗㗎啦，剩翻嚟嗰部分咧，你睇個橫切面亦都係腐爛咗㗎啦。但係我而家見到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有一條索住呢個爛嘅樹頭，霉咗個樹頭冇乜腳嘅樹頭，就愛嚟拉住另外嗰邊嗰條主幹，咁就有個問題嘅，因為你根本呢個樹頭係冇力㗎啦。咁正確嘅拉樹方法，我覺得佢其實可以拉落呢個石屎躉嗰度嘅，呢度打釘又係拉落呢度。詹志勇認為錯誤處理樹木嘅個案仲有好多。薄扶林遊樂場呢一棵樹嘅樹枝剪到齊輯輯，樹葉疏落，原來係一棵移植過嚟嘅木棉樹。佢而家咁樣棵樹咧，我覺得好悲慘咯。本嚟一棵非常之華麗嘅樹，但係佢咁樣喐一喐之後咧，成棵樹直情即係好似個喪家狗咁。如果泥膽細咧，即使佢原本喺嗰個生長地點嗰度嗰啲根咧，本來擴散出去，佢就切正咁哚，咁就將佢塞咗落呢個位嗰度。如果係咁樣樣咧，嗰棵樹由於大量嘅根喪失咗咧，就會令到佢咧好難復原嘅。
香港嘅樹木經常成為發展嘅犧牲品，同樣係喺薄扶林，又係古樹名木之一嘅大榕樹，唔使任何支撐，繼續生長，算係好好彩。咁以前呢邊兩邊冇馬路，呢度亦都冇行人路嘅。咁當時嗰啲樹根一路散去嗰邊，呢邊係散去嗰邊，呢邊係散去嗰邊。咁嘅樹根散得多，佢就吸取到大量嘅水同埋養分，又找得住嗰啲泥企得穩呢，於是個樹冠生到好巨型。所以我話佢係全香港島最大最靚嘅榕樹。咁但係咧就後來大概10零年前咧，佢就要政府要喺呢度起馬路。起馬路咧，佢就喺嗰邊起一條，咁呢邊嗰啲根咧就切走晒啦，土壤亦都收細咗啦。咁啊呢邊又起一條馬路，咁又係咁將呢邊啲根切斷咗，土壤收細，然後佢用個圍牆圍住咗佢。由於困住咗佢咧，佢將來嘅生長就嚴重受到限制啦。下一節會繼續睇下發展局上個月中公布嘅樹木資料有啲乜嘢漏網嘅問題樹。